我想分享一啲我十分個人嘅故事。我聽咗神嘅話語19年，終於響2016年受洗。之前我同好多未信主啲人一樣，嘲笑嗰啲信耶穌嘅人，好似聖經入面嘅雅各、Jacob 咁樣，亞崩叫狗，越叫越走。我感到慶幸呢啲而家都係歷史啦。如果你未受洗，我希望你會繼續學習多啲關於上帝嘅話語。我真誠咁希望你喺洗禮嘅時候做足充分嘅準備，冇真誠嘅心去受洗係冇用嘅。作為鼓勵，請俾個讚及免費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本視頻係永遠唔會叫人捐獻㗎。若你想為上帝做啲事工，請幫助在你附近的教會或教堂啦。